菠菜。好来，好，是，即嘛是读第10页，尾啊算1、2、3、4、第5纸吼。好，这个作品的取材这个作品的取材是台湾人对新时代的追求，是台湾人对新时代的追求，苦恼甲身躯的摩擦。这个摩擦爱查一下，我不要读。好，苦恼甲身躯的摩擦。好，看一个，我相信，但你大时间可能是无啦。嘿啊，查这个我无有收无无无擦，无还是无吼无。嗯，好，无两个拢无擦还是擦，擦，我嘿，敢好，若擦甲带，但是错，带我毋捌听过擦是嘿啊，摩擦吼。嘿，歹势哇！错，擦，嘿，哎呦，已经9:29分了。嘿嘿，嘿啊，差不无多，咱咱咱读了，咱咱九嘿，点开始读的吼，安尼嘿啊，嘿啊，嘿啊，过年前的吼。嘿啊，嘿啊，我记一下这个音吼，好，摩摩摩摩，摩应该读个摩摩啦吼，有片摩摩擦，摩好，擦嘿。摩擦摩，第5或者是第7。第七，摩还是摩吼。嗯，好，继续读吼。好，以及世界上是面地，我较正以世界上是面地民族的心理动向，民族的心理动向，甲政治生活等等，甲政治生活等等，用杰出的手路。用杰出的手路，我变嘿，调是读对啊，毋对？杰感觉是杰对啊，杰杰出，杰出，应该是杰出，杰出啦，歹势咧。杰出，杰出。哦，我看不过拄则看迄个格是第8条吼，本条是哦，第8条，是哦，所以讲，安尼就是杰出。所以讲拄则读杰杰出应该是杰对的吼，杰杰吼，所以杰杰杰出。杰出，第8声吼，第8条。嗯，嗯，我记一个 KIAT 第8声吼，嘿，杰出吼，用杰出，杰出的手路吼，用杰出的手路，哦，整理材料，整理材料，诶，嗯，来互读者来互读者极大的感动。极极大的感动。迄个极敢是 KEK 极呃，极极吼，伊极是极，极啦吼所以讲，KEK 第八 KEK 第声。八条哦，对对，好好，极极大的极极大极嘿，大感动，好极，嗯，我个需要加认识迄个 EK 的发音，极极吼极嘿，极好大。极
大的感动。嘿，嗯，对。好，多谢那啊，记好啊。那安尼，那安尼，这个嘿，写第二声说是那安尼吼啊，嘿，那变成安尼，嘿，作者的良知作者的良知嘛真实反映伫作品中，嘛真实反映伫作品中。作品吼 PHIN，作品，好，作品，嘿，嗯，作品，好，对，对，作品中，嘿，嗯好，继续读吼。好，当然，嗯，而且当然，曾史总一对台湾人，珍惜总一对台湾人，应该是对台湾人的啦吼，对台湾人的嘿复杂家族称呼，复杂家族称呼，甲台湾人的甲台湾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风俗也有功夫无够之嫌，也有功夫无够之嫌，日本人，所以嘿嘿嘿啊，会使毋过理解，嘿，毋过，我想，我想。迄是次要的问题，迄是次要的问题，上主要的上主要的，是有掠着台湾人的心，啊无，呃，是有掠着台湾人的心，啊无嗯为着纠正，为着纠正，即个作品是毋是会当即个作品是毋是会当拍动台湾人的心？拍动台湾人的心？林准玉兄，林准玉兄，林准玉兄吼，用真林准玉兄，嘿，用真大的心血，用真大的心血，真大吼，毋是真吼，真真诶，来着真安尼真大，来着 CHI，好，呵呵，真大，嘿，用真大的心血，用真大的心血。用台语翻译即本册，用台语翻译这本册，目的应该是伫遮，目目的应该是伫遮，诶，准讲现代的台湾人准讲现代的台湾人无法度理解无法度理解当时的时空背景，当时的时空背景，至少嘛会当至少嘛会当互咱后代的人，互咱啊，即个互咱后代的人，啊，就诶迄个后者是后吼，诶加一诶，个吼，后代后代诶，后代后代啊，后代，看后早一代哦，好好哦。后代后代、后代啦吼，后代、我是后代，三个音拢有呢。后代哦，嘿后代后代吼，我后我代、我读后后代。代毋对啦吼，因为我甲诶，后是另外一个音去啊，哦，诶，后甲后啦吼，哦好，诶，哦好，后代，哦，因为看全腔嘛有收后代这个音。哦是哦，啊系所以我啊系啊，哦，还是我吼。看麦，袂袂歹势，诶，后后后吼，我是无确后定，个爱知。后后。你看全腔有看到我是伫迄个伫找台语用汉字找着诶。哦，OK，伊找台语近来有迄个改版，所以讲伊新
找台语新版的有收一个代理新书，唔知影迄要安怎读？嘿，哦，你讲这个你敢有对？日本嘿，时代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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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单语名累积啊，吧？哦嘿啊，后壁迄个1931年迄哦个代理新，哦，即个代理代理新名怎讲？书啊，新书哦有嘿啊，就有收后代迄个音。哦所以讲，你本地台迄个后代其实是我是蛮我是有忘唔对，因为我捌嘿啊，听过啊，啊，嘛是你的腔嘿，口，我嘿啊，我我是较常听到这种后代，所以我才讲读后代啊，但是无确定诶，到底是对啊，其实你其实你因为后看你，代后代，若是嗯，若是较后壁代理大书店嘛是有收后代迄个音，哦，OK，就特别对。后代，嘿啊，我听起来嘛是真顺，好像嘛是有听过，就是呵，伊嘿毋捌注意，真正注意，咱嘿。想讲，即字咱读做晓吼，就感我就觉怪怪的。系啊，伫白所店嘛有听过什么后会，即个音嘿后对，后，啊，对对对，嘿，晓会，嘿，晓的音，嘿，系啊系啊，这个哎，就听起来感觉无问题。我迄个嗯，找台语即嘛是台语词典 Plus，那系啊，敢若是前几工，即两礼拜的代志，就才是有改上线迄个就对了。新版，系啊，我记得伊敢若嘿有甲即嘿个什么人，嘿王玉，毋是王玉，嘿，王啊，哦对对对，王玉王玉蝶，对诶，什么什么一本。什么日本无错，诶，什敢若是么台湾可能就是日书诶册，本的款的，嘿，有可能。伊就摕着伊的迄个嘿，伊诶算经历吼，算诶经历嘛。算嘿，授权，迄个因厝的人授权讲，互哦，你，对对对对对，嘿，可能是日本的款对，的，嘿，嘿啊，我你咪讲有去可以掀一个大概是迄本册，嘿，你看觅，毋过嘿啊，毋是呢，东方孝义，日本人哦的，哦哦另外一本呢，另外一本是叫啥？日本时代单字名累积，嗯，毋知是对啦，嘿啊，呀，哦，日本时代留落来的，哦，原来是安尼，哇，诶，迄敢是卤肉饭哦，鸡肉饭，龟鸡肉肉饭。饭，所以讲迄个是安怎读？达库昂，哦，你讲这名嘿嘿，哦，这篇达塔库昂，达库昂，哦哦，哦，所以塔库昂就是台这个啦，语即个，嘿啊，达这库昂，嘿啊，菜头迄个啊，菜头啊，嘿，所以嗯讲你台语敢真正是安尼读，我毋知咧，我我毋听讲过咧，但是我知影人嘿啊，去咧读嘅无毋对啦，哈，哦，是是对，是，好，我毋捌听达库昂阮厝诶人讲过啦，因讲为这物哦。件阮厝诶毋捌咧食，对啊，系啊，应该是出国去餐厅食迄个控肉，也是对啊，肉寿饭，也是卤肉饭才会食对啊，着吼。哦，伊都无讲到迄本资历，系啊，我是 Google 的 Google 定定会安尼，就是看起来有迄个书，啊，毋过实应该际去就找对去啊，嘿，系啊，就无去啊。嗯，哦，歹势，毋知要对错，好，即个日本时代单语名累积。
单语名累积吼。好，好，咱累积，好，这是伊这是各种嗯，无共的字的这个累积啦吼。台湾哦，土语好好，全书啊，对，哦，好，表带，看起来详细，嗯，表带，详细。哦，嗯哇，就有心呢，这个日语的对啊，册拢扫描都对，没了没了讲，对，拢扫老出来老来系啊，了。扫来，我看卖啊，个代理新书看卖，嗯，就是书店嘛。嘿是，嗯，好，嗯，啊，继续。好，继续，嗯，嗯，拄则读到哦，迄个后代，好，咱哦，对，后代的人，好，对，嗯至少嘛会当互咱后代的人理解嗯，互咱后代的人理解台湾的祖先台湾的祖先行过的一段心路历程。行过的一段心路历程，嘿，嗯，停还是好，停啊？应该拢会使哦。诶，哦，好，历程，嗯，好，打一个，确定一个。嗯，好，好，有的是因为我拢听过，所以哎呀，就惯势安尼讲吼，停拢会使。停，哦，好，就是计程车、计停车拢有人讲吼。好是，好，计程车，嘿，好。诶，即摆讲来，我应该嘛是两个音拢有听过。对对，嗯停甲嗯，停拢会使吼。好好继续吼。好，继听，好继续。今号台语文学史啊，文学史上。今号好，今号台语文学史上一大李定碑李定碑歹势。哦，诶，一段李定碑，诶，所以迄个字是读碑，这个李定应该是碑。只敢若读碑尔啦，无别的音啊。好，原来是安尼。诶，哦，碑我吼。真完全毋捌读过。哦，碑也啊。是听过即个字悲，好，但我记一个哦，嗯哼，这个嘿，另外一个比例就是嘿，水池吼。水池，诶，嗯，嘛读做碑吼，但是迄个悲，嗯汉字敢若写好袂记，汉字敢若是土里嗯，平啊。哦，哦哦，后山碑迄个碑，这个碑啦吼。就是台诶台北一个诶，所在，山碑，杂哦，好好好，杂水的所在叫做碑啦吼。杂水的所在，什么诶，叫做杂水？水杂条的，字短的叫做杂。哦，好诶，好，碑，了解，杂水的所在，就水炸起来，啊，就变一个水池嘛吼。迄种叫做原来是碑。安尼，嘿，好，了解，啊，所以像我嗯，自细汉，阮迄遐就有一个就一个地名，就是有一个所在，伊水炸起来有一个水门嘛吼，炸嘿，水，是，阮就叫迄个嘿，所在叫做茶鼻啊。所以阮自细汉我塔比亚，就知影即个字嘿，的音啦，碑。碑啦。哦，啊，但是伊安尼写，啊，所嗯，以台湾足侪嗯，所在吼是写即个哦诶，B 哈，哦，原来是安尼，地什么名写即个碑上咪咪，面碑，啊，但是后嗯，来呢，譬如嘿，讲诶，嗯我看下后来变拢嗯，走纸去，所以走按照哦，走，嘿，按照走纸去，嘿，安怎走走，我想看下，我一下都想袂起来。呵呵呵，呃嗯，，OK，嘿，就是
拢写做安尼。皮嘿，哦，诶啊，这两个可能是都是土里边还是啥吼？土里皮我毋知哦，是系啊，对一个，毋是土里边是头做坡吼，应该是嘿，即字，有诶写做即字啊。哦，了解嘿，了解，哦，嘿，哦，笔筒哈，哦，了解，这个啊所以汉字，这个华语我毋知影要安怎，敢是坡还是诶，坡？嘿，我嘛毋知伊要安怎读。我嘛毋捌，哦，我拄则我是用嘿，皮毋捌这个皮，哦，皮嘛，所以读做皮，皮嘛。好好好，皮，了嘿，解。我这个华语我嘛无毋捌，无熟悉，就啊吹分的，就是就吹有多，诶地名写做安尼，嘿，啊哦，毋知安了解，怎变的，嘿，变做安尼，哦，变做安尼。我，嘿，嘿啊，因为应该是足侪人看迄个汉字，就嘛毋知影迄个华语要安怎读，主要是迄当中台语的写法有本来是嘿，即字嘛，啊有人写安嘿，尼，啊有人写安尼，哦，啊你原来若写安尼，是安尼，华语好，即嘛就读做坡嘛，哦，嘿啊，嘿啊，但是问题毋是坡啊，伊坡是一个那敢若一个 hill 安尼嘛吼，伊本来嘿啊，是一个 pond，即嘛变做一个 hill。嘿，嘿啊，嘿啊，对，一抬就做会去啊！但是即嘛事实就是即嘛，即个所在，迄个你若看到啥物坡啥物坡，可能伊实际上毋是坡，是一个哦，碑。是一个笔，嘿，嘿嘿嘿，了解，是，所以我即嘛应该找一下例互你看，看找会着的吼。我所知影，好好，哦，阮伫目车有一个所在叫做番仔碑啦吼，嘿，翻那笔，嗯，你有看到？写做番仔有，坡，番子坡。啊，所以即嘛，你即嘛少年哦，的，看到，我讲少年的有啦吼，看到啊，后哦，代。敢若会叫讲，这是一个山坡，也是啥物山对对对，就边的是后所在，代，嘿嘿，你在地人当然都知影讲，我这家是叫做华拉比，华拉比。啊，可是啊，但是你若即嘛用华语读讲什么番子坡，番子坡，你啊是什么坡，哦，安尼就你就误会去，顶你就打去啊，变做，嘿啊，就电脑去啊，就本来是就想讲遮嘛，佫无山，本来是一个比，本来是较低哦。的所在，变成嘿啊，一个较应该是悬的所对较悬的所在在。哦。啊，其实所以讲，唔是啊，嘿啊，若是较正确的华语翻译，应该翻写做迄个皮，对对对对对，嘿嘿嘿，嘿嘿，土字旁应该迄个边脱离皮啊，但是第二嘿，因为写那时候变啊，成无皮啊，改过来安尼，无嘿嘿。改过来，好啊，好，嘿，这只地势一定是较低嘛。其实较对早这只定系饮水啊。对，嘿，对吼，嘿啊嘿啊。嘿，嗯，系啊，这是因为我所知影是，我就想到迄个台北较东边的迄个所在，有一个后山边，嘛是要接近南港遐，啊，嗯迄个嘛是较低的所在，已经我拄要去戏子遐，啊，就是较嗯，低的所在有落嘿哦，就是落雨天的我都会有较饮做大水嘛。水迄款的所在，系啊系啊，好，我呵呵呵，知我那边，我这是我知影一个例啦，吼，我就互你知呵呵，影一个。嗯嗯，OK，好 B。这我讲到 好，B 嘛，立定 B，好，是，对，迄个一定 B 来吼。立定 B，好，好，四嗯，位数，四位数，诶，这是嗯，文言的写法啦吼。讲到文四言，我对呀，位数，系啊，系啊，我对呀，你看，嘿嘿嘿，我对呀，你看嘿，数万金。哦，电影，迄个电影哦，你看电影版的，啊我都讲，你感觉安怎？诶，伊嘿，的嘿，伊的迄个，嘿，伊咧讲故事讲得足紧的吼，节奏足嘿，紧吼。啊，可能嘿，嘿，是因为电影版啦，我毋知是毋是因为电嘿，影版啊，因为紧的所嘿，以伊无法度亲临嘛，哦，嘿嘿，就是足紧的，是是，就是安尼好，就去啊。了解。嘿，我敢有甲你讲过，我大学的时阵，我大学读册的时阵是迄个布袋戏社迄个社团，哦安尼哦，所以讲，系啊，所以讲，应该是旧年的代志，旧年寿繁金迄出电影是旧年嘿，出的，啊，我有一寡。
迄当阵的社团的朋友有去看，因啊哈，看了就足生气、足失望的。什么？就想讲嘿，就因着足生气啊，因为咱拢是迄个年代，拢就爱布袋戏，就爱看布袋戏，啊嘛是哎有看霹雳布袋戏，就是哎迄个受环境的公司，啊，哎咱就是讲，即个公司愈来愈无用心，啊，伊的代哎，志啊，迄个编剧嘛是拢无用心咧编故哦事，系啊，哦是啊，所以讲伊是拢是讲。看迄个电影是出来捞钱的，没哦无咧哦真正咧用心咧做迄个做，甲伊做好的意思，哦哦，对啊，我看影像是系啊，做了袂嘿，歹啊，影像的啊部分啊，是做了足，影像应该就是特效啊，也是哎对迄对对对，特个超效啦，偶师款的，对对对，嘿啊，啊，但是嘿啊，故事本身节奏，我感觉节奏嘿啊，足紧啊，故事本身，嘿啊，就应该是无咧用心咧做编，我拄则要做看编开应该是头尔，编剧，我看嘿嘿。编剧咯，编辑，嘿，我是看开是是，头，所以我毋知影后壁是哦，所以讲你怎样。无甲规嗯，出电影拢要不要不看了吼，要不要，我应该会看着，也未看了，但是我感觉嘿，就是我嘿，头前这部分，我感觉因为可能是嘿，要交代故事还是安怎，足紧的啊，嘿，嘿，所以嘿啊，嘿啊，跑足紧的呢。拢无交代，嘿啊，嗯，诶，了解，我若想要看嘿，霹雳的戏咧，我应该对就是开始看起啊，我看一堆呢，我直接跟看起。哦，这个，像讲起来袂头疼，因为你若我再来是想要再讲，看受环境迄个故事，即个人物，足几十年前都已经出来啊，拢是诶，我读小孩时阵的代志啊。遮久哦，系啊，哦，所以讲即我看，摆的人，而且讲已经迄个年代的戏，已经即摆的少年人拢无人咧看啊。安尼哦，毋过系啊，毋过嘛有足侪人咧讲是，其实是迄个年代的戏较好看，咧哦编剧较用心啊，哦哦迄个词嘛是较有代志开口。哦哦哦嘿，哦，系啊系啊，所以好好讲好，了解了解，我系啊再来找好。我问下，系啊系啊，伊嗯，会使拄则迄应该台语词实会使在是，揣着足侪嘿嘿。所以讲你看迄个电影的时阵，敢有感觉伊迄个词讲话迄个要讲口碑迄个讲嗯，的代志，我感觉就嘿，是华语写嗯，的剧哈哈哈，本都直接来嘿啊对，摕台语念啊啦。嘿啊嘿啊，就是迄个公司迄个公司作为布袋戏较互人批评的，就是嘛是一点嘛是安尼，就是哦拢伊的，就是大家拢会想讲布袋戏讲的代志应该是伊的灵魂，因反颠倒拢无咧重视，哦，啊，系啊，拢所以互华语人去写迄个感觉口碑，伊对啊，系啊，写出哦，来的，系啊，写出来的口我来感觉碑拢剧本是不达不华语及，写啊，摕来台系啊系啊。语念啊呢，感觉就是系啊系啊，对，大家拢是安尼，就啊，是所以拢失去布袋戏的本意啊。嘿，叫做空主杯啦，叫做迄种读法是空主杯读。空主杯是虾米意思？空主杯就是，譬如讲我找一篇啊，凊彩找一篇啊，嗯，做讲迄款，嘛讲台皮花鼓的代志叫做空主杯。哦，呃你会使安尼讲吼，比如讲好，我即马直接嘿，读内容好了，哦，中央好，社嘿，洛杉矶22日综合嘿，华电报道，吼，这看袂出来吼。嘿，嘿，新嘿，兼这应该是唱水器制作嘿，商及嘿，电影导演碟，或者是这读哦，但是就哦，读碟。嘿，哦，天了解不是哦，了解，这先卖单吼。什么？今天嘿，表示，哦，伊早你就讲今发，天，嘿嘿，嘿对对，伊嘿，早就发现处处有咱诶，这种拄好个是种台语诶哦，读法咯。嘿，泰坦，嘿是，这个就爱，这个就是爱公主白读啊，嘿，潜水器吧。因为我这里我袂晓读，等下吼我看觅，早一下。呵呵呵，嗯，
哇，竟然无，歹势我无即个，欠着所在。哦，好，钳钳吼，强或者是钳强吼，哦，强，所以就变做哦，安尼读吼，是就是咱个强，转一篇嗯，咸水是，器吼，哇，好，咸水器，潜水器吼，哦，是，潜水器停体嘿，设计有风险，保卫对啊，诶是，嗯，即个边读我都袂晓。嘿，一早市警经嘿，验经研判，泰坦哇，潜水器在母船失联当下就落榜。你读来其实是嘿，个还 就是，OK 啦吼，嘿，因为嘿，都会读，因为应该看这种口语的，你才感觉会出来什么叫做空珠白吼。口语就讲，我认为这是嘿，个广播节点子，我本希望能嘿，说出来，但我认是，为比我聪明者大有人在。这个是哇，文言，所是，以亦拄好有嗯，迄个，是，较家个会使吼。你知嗯，道得吼，你知道得，因为我哇，嘿，因为我将来即点在咧读吼，嘿，长期个即种技术，伊嘿，讲是听起来就行做安尼吼，就是嘿，每一日你都爱用迄个嘿，空气字典、甘字典的用读法去读啦，哦，是是是，迄个叫做空哦，字笔。公主病，嘿嘿嘿，嘿哦，嘿，是诶诶，早顿毋是叫做早顿，叫做早餐吼。嘿，是嘿，是即种叫做空书笔。所以是是，我就公主病，讲嘿，迄个苏万金电影版，就是拢咧念空书笔嘛。因为我看了就足明显的就是念空书笔但是嘿啊嘿，是，足奇怪吼。哎呀，较早就的感觉迄较早的毋是，就毋是足台语，因就你应讲该口语几十年，的部分无口语，当然足侪所在伊嘿，念诗词吼，迄是足文言的，嘿，只好念就是爱空字背嘛。是我拄则讲是，有诶一寡就是你念空字嘿，背就自然就自然，但是有诶足嘿，口语是，的所在，你个空字背就是怪怪的，足奇嘿，怪。对对，嘿啊，好，好，嘿啊，就是嘿啊，就是安尼，对啊对啊，嗯，当然嘿，会当理解啦。我拄则咧想讲这个撇咧，因若继续想要搁卖钱，要搁摕钱，要搁趁落吼，以后这个啊是啦，你嘛连台语都听无，我看我看到连报纸都在讲华语啊吼。其实因有啊，因有出讲华语的报对啊，一纸是啊，定的啊，你有特别趁钱。因迄个因迄个公司嘛是几若，即摆毋知不过几若年前嘛是有较亲中国遐有想要嗯去发展中国的市场，所以讲有出讲华语的报纸去。啊，毋过迄个结果嘛毋是足好，中嗯，国遐的观众嘛毋市场嘛毋是介反应毋是介好，所以讲嘛是我嘛是较讲较失败啊。歹听，讲较歹听嘿，啊，就是讲，嘿，嘿，那阿强啊，若甲拍台湾吼，台语才有嘿。希望。啊无吼，台语可能就无希望啊吼。系啊，拢无人咧受重视对啊，啊，系啊，对啊，对啊，好，好，咱数啦吼。嘿，是数读到这过输，来是嘿，甲读了，因为这个是张良德嘛吼，张良德啊，歹势张良德伊写对，吼。嘿，你个是，会记得这个人进前出一个新闻吼，就是因为哦，嗯迄个嗯，什么人啊？嘿，地川满的一寡总师拢到尾关乎这个真理大学嘛，就是透过伊关乎这个哈，真理大学，哦，透过这个哦，张是哦，德教授哦，嘿，哦，关乎是哦，这个真理大学嘿。所以伊哦，定就伫咧真理大学迄个图书馆咧出入。后来真理大学毋知啥物原因，含伊啥物关系，啥物冤仇吼，就算甲锁头换掉就对啦，无爱互你去。哦，是哦，哦，对啊，啊，足奇怪，哦，诶，认为讲伊甲即个即嗯，寡总数当做是家己的财产就对啦。哦，是安尼哦，当哦，然咱要来讲人本来就是透过伊关乎你真理大学，对伊来讲，伊嘛是，所以嘿，伊就
当然是足珍惜的，啊，定定去内底可能去处理、去整理的啥有诶无诶，一个人一年大学起哦，码就是讲起来是变成讲一年大学，就是叫做嘿，过河拆桥嘛，就哦，是是是，嘿啊，所以有人脱体就跑不平。OK，2017年3月19日，伫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好，诶，咁二咁未使个读一遍嘿，是2017年3月19日，好，2017年3月19日，伫真理大学伫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台湾文学资料馆。伊就是管好，好即个嘛，即个台湾文哦，学资料。原来是这个，即个台湾文学哦，资料馆，了解，毋知是伫嘿，咧真理大学的南部校区的款，哦，是哦，敢若毋是嗯，伫淡水遮，毋是真理大学伫伫淡水，淡水嘛嘿，吼。嗯，迄个台湾文学资料馆，敢若是伫咧南部。哦，原来是安尼，好好，诶，啊，所以要看西双版的一寡资会当去遐查看会着。因为西双版了解，我资有诶手工家己做的，哦，太厉害，伊嘿，爱家己做资。哇，厉害呢，我已经10点过3分啊，所以咱今仔个哦哦，好好好，拄好读了，好，安尼后一回再来看第二篇书是宋德好，来写的吼，好。宋德来。诶，对，我拄则着 Google 迄个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的确嗯，是伫台南，嘿，伊讲对，是南市麻豆区对对对，伫遐，毛豆我一嘿，时也袂记，嘿，因为麻豆，较早嘿，今嘿，年大学一开始设学校时是设伫咧即个毛豆遮。哦，原来啊，是安尼，迄当阵我呵呵，伫咧食头路，我伫咧遐咧看哦，迄个嘿嘿，像电话记得台嘿，时间的时阵有经过，我哦，记反正捌嗯哼，伫去，我无啥会记哦，应该是经过啦，啊，定定经过，哦，咱遮一间嘿嘿，理大学安尼，哦吼，原来是安尼，呵呵，感情最新的。嗯，嘿嘿，好，来，我甲